Hello， 大家好。作為啦 Kimura さん嘅 fans 啦，佢嘅新戲《東京的士》上映嘅第一日，我就喺東京睇咗佢嘅呢一套電影啦。嗱，其實呢一套戲《Tokyo Taxi》咧就係改編自咧3年前嘅一部法國嘅電影啦，叫《巴黎的士》。內容咧亦都係講到話一個的士司機遇到一個年老嘅乘客啦，佢哋由不相識到後來咧就陪呢一個乘客咧就去一啲佢想去嘅地方，咁主要因為咧佢就要由自己屋企啦就要去到老人院啦，而呢個行程啦喺呢一部戲裏面咧就係由東京出發啦，而去嘅目的地咧就係喺葉山市嘅一個老人院嘅。木村拓哉咧飾演呢個的士司機啦，而賠償千惠子呢一位咧非常有經驗嘅女演員咧，佢就85歲，佢亦都係飾演翻同樣年齡嘅一個乘客。講到話賠償千惠子咧，同呢個導演山田洋次咧係非常之合拍嘅，因為山田洋次呢一部咧就係佢嘅91部嘅電影啦，而千惠子小姐咧佢係拍過去70部戲，即係話佢2/3嘅戲咧都係揾佢做女主角，所以話咧其實真係合作無間。而呢一部第91部戲咧，亦都再揾翻佢。而木村拓哉咧，其實佢喺19年前咧就同洋次導演咧合作過啦，經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咧，先至係再同佢合作翻嘅。好多人欣賞呢套戲咧，就因為佢係有好多嘅風景睇到啦，有好多名勝地點啦，令到好多人都諗翻起以前年代嘅呢啲地方嘅名勝地點啦。喺呢套戲裏面飾演女主角，即係賠償千惠子飾演嗰個角色咧，就係阿瑾啦。咁佢嘅年青版咧就係由蒼井優40歲嘅蒼井優係演出嘅。喺戲裏面做佢初戀男朋友嘅呢位韓國嘅演員咧，就叫做李俊熙，咁就係李俊英啊。咁其實佢都係得28歲嘅啫。而做蒼井優呢套戲裏面嘅先生嘅咧，係一位咧好有經驗嘅演員咧，叫碧田巧也啦。我都好中意睇咧女主角佢即係年輕嘅時候，佢點樣同佢嘅初戀男朋友分開。但係咧佢就後來遇到呢一位男士先生，但係咧到最終咧。係非常之突然嘅嗰個結果嚇，亦都係有好多感情線啦。而阿蒼井優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好，難怪咧佢就係一直以嚟都即係被譽為咧就係岩井俊二嘅愛徒啊。所以因為佢嘅出道同埋好多套戲嘅成功咧，都係喺當時候拍咗岩井俊二嘅戲嘅。套戲裡面咧即係講開 Tokyo Taxi 啦，東京的士啦，套戲裡面有好多好靚嘅景啦，拍攝得好靚啦，亦都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呢段時間上咧又有聖誕氣氛過啦？呢個就係現年94歲嘅山田洋次啦，就同現年咧85歲嘅賠償千惠子一眾嘅演員出席宣傳活動。哇，導演咧都有出席可以話係真係好難得噶因為都90幾歲啦，佢又有咁有心去拍一部咁有意思嘅戲，講到啲長者嘅問題而揾嚟佢好朋友賠償千惠子咧，係再次咧係出現喺熒幕上面，所以都係好難得嘅一個題材。亦都見到Kimuraさん咧好尊敬咁樣去同其他人合作啦，因為相對嚟講咧，其實真係後輩。另外有蒼井優啦佢哋咧亦都係有唔同嘅形式，都係有時咧會揸架的士出嚟呢個就東京鐵塔下邊啦，跟住大家會講下嘢啦，然之後亦都會扶持賠償千惠子出席活動嘅時間咧，亦都好 gentleman 咁樣喺佢身邊度同佢一齊嘅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， 喺呢度繼續支持木村拓哉。もちろんサポートします。Tokyo Taxi。その内容は Tokyo Taxi 映画紹介します。その内容好きだから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。また今度。